在这边的那个地主已经决定了，要这个土地都挖平，所以全部的这些菜园没有机会，全部都会被拆掉了。我们的也是，挖土机会进来，然后这个地方会被弄平。在那个已经被全部的地方已经被遗弃了。我们的菜我们已经差不多都摘回家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大的问题，我们的番茄还没有变红。所以怎么办？我们要想办法。我的想法是，我们的整个树挖出来，带回家，在家里面让它成熟。试看看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方法。可是我们先要全部的这些叶子，怎么说打爆吗？帮它剪头发一下，剪头发，因为太多叶子，对，然后叶子少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试看看有没有机会继续活下来。是一个我们要试看看一个实验，这是一个实验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开始处理啊。是 ，OK。所以啊，现在我打算啊，你看这个最后的这个我可以留嘛，这个小的啊没有机会，我把它剪掉，所以不要浪费营养了，这个不要。所以我这个啊，我只要留一些叶子给它，然后这个侧芽，所以这个侧芽我也不要，这个侧芽不要浪费它的营养了。然后剪的时候啊，留一点，如果它会烂掉、干掉的话，不会伤害到它。就是，所以我现在趁挖土机没有来，我们先帮他们剪头发一下，选一下什么要留，什么不要留。我觉得这个太小啊，也不会有机会，所以这个就剪掉，不要浪费它的营养。剪了哟。No， 你要救大的，只能把小的拿走。No, è sempre una sofferenza.在这里，我们会把我们的番茄带过来，挂在这个很有意思的机器。这个机器呀，已经是50年，这是养我长大的机器，这是我爸爸最老的机器。这个啊是在做那个球网，你知道你在打那个 tennis 的时候，所以他们需要中间的那个网，两个人在打这中间那个网，所以这个网啊，它就有2个部分，一个是上面这个地方，它需要放那个线。你看这一个是1颗线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用那个机器把这个线弄满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穿过去这里。他用这个方法把这2个弄在一起，变成一个网子，然后它就会跑。最后它的结果，它会转哦。最后它会从这里整排这样子出来，然后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是剪一剪，然后可以去加工。这个机器啊，以前把我养长大了，现在希望可以救我的番茄。希望，vediamo. Ok.
结果是这样子。开始了吧？走吧。小凡，我拿这个去。OK。啊，那个还有那个纹线呀。OK， 来，你把它放好，这个小心哦。谢谢，不了吗？
谢你。抱回去，来，我们放在那边就好了。来啦，这个要米饭。